叔叔你好，我们都是演员，我们都是演员。我是郑东。我要跟你说声抱歉，原来你是柯震东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叔叔不要这样子。经纪人帮我申请那个什么粉丝团，什么蓝勾勾，什么用出来，什么变喜剧演员。我一直认为我是走那个人偶像的路线。哎呦，叔叔，啊，真的假的？我们在看的是本人吗？还是影片？天哪，这是本人。我刚刚在忙，突然我的经纪人一直传来，你被动作咧会来跑啊咧，看到气给伊，弹，我拢到你死啦！一直在那边，什么柯震东找你，是不是宋云文？傻小，你到底在讲啥小？赶快去搜寻他们 IG 网谁？到底要我搜寻谁？干！到底发生什么事？叔叔受惊了，好开心啊！你是偶像哎、我真的是第一次用直播 Q 到偶像。然后我只是刚刚就是 Q 说很想跟你聊天这样，没想到你就出现了。好不真实，那个背景感觉只能在新闻上看到，就是没看到。真的，一模一样的背景。等一下我还没跟下面的认识，我的左下角是他是何浩晨，也是一位演员。哦，你好，浩辰你好，我下角是谁？男生的话是柯震东，哦，女生的话是宋云桦。对大概对，就是刚刚你经纪人说 Q 你要来的。我要跟你说声抱歉，原来你是柯震东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叔叔不要这样子。为什么叔叔为什么要跟我道歉？我真的不知道你是柯震东哦，您没有在看电视哦，对不起。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你干嘛跟我道歉？我是属于那种生意人我知道我是 business 那一种，你不用 business 丢。就是你最近在干嘛？我刚才在脸书在 FB 直播在霸那个政府真是烂透了，整天你在那边一直确诊才隔离北换南送，我还得整天不想办法，赶快处理疫苗。林北刚在那边狂骂呢，一直叫呢，你嘞！我们这种人民快死了呢，都没薪水呢，都领没钱呢，那个死要要死嘞！哪嘞？叔叔，我们是想要叔叔息怒。叔叔先息怒。所以你们想要问什么问题？没有，我们想了解你啊，因为都只有在新闻上看到你。对啊，想了解私底下的叔叔。是我都在电影里面看到你们吧，在电视看你们吧。没有，我们很少出现。我们三个在走下坡。我们三个在走下坡的演。我最近才在研究喜剧，我真的觉得你的喜剧节奏真的是很厉害。喜剧，我一直认为我是走那个偶像的路线，结果我经纪人帮我申请那个什么粉丝团，什么蓝勾勾，什么用出来是变喜剧演员，跟我自己的想法不一样嘞，更烦嘞。您被 K 姐到现在我不知道怎么改回来。还有那个海外的粉丝来 IG 呢问我呢，叔叔你好哦，我是你的粉丝哦，我看你是喜剧演员，请问哪里可以找到你的作品？投资方。好啦，谢谢。那个叔叔，如果对，好没事。我真的不会讲话。你很害羞你在害羞什么？没有啦，还是就是麻烦你们一件事情，因为你们都很有知名度，就是还是麻烦一下，现在台湾真的疫情很严重，所以跟你们的粉丝，因为你们粉丝很多，跟你们的粉丝稍微宣导一下，就是多体谅我们的医护人员，然后就是怎么
么讲？记得提醒他们不要一直出门，然后不要戴口罩，在那边乱叫乱皮。我没有办法到你们那种，你们可能有知性的粉丝，你们可能有那种宅男哇，喜欢哇妹子的哇，可能有那种迷妹哇，柯震东好帅哦，男神，你可能会吸到那种迷妹哦，那种我就吸不到，那个我就吸不到，你懂吗？我都是那种玉女，你明白我意思吗？对啊，你刚刚真的很像在看影片呢。对嘛？这样你刚刚有没有想蹭热度蹭我大概7、8千人？你蹭一个3.3万，有一堆留言说什么叔叔走了粉丝狂掉，拜托，1万内才是我们几个人的实力好吗？这个2万非常不合理的事情，我们就是4个走下坡的人怎么样？